迄年我耳仔发炎，发烧甲真厉害。岛上无带我去互医生看，颠倒带我去面搭，叫2碗杂菜面。我目睭看岛上，心内想讲：咱敢有钱？岛上哪像看有我的意思？声音放低，细声讲：要死，嘛都爱先食一顿仔饱。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冰箱有一个味呢，什么味？臭酸味啊！敢有？你无闻到？味足重的呢。我闻无。闻无？你鼻仔有问题无？就闻有啊公。干嘛呢？可能是遗传到阮老母。55岁过了以后，我的鼻仔嘛渐渐失灵，甲阮阿母迄个时阵同款。你有闻到玉兰花无？足香的。哦。见摆若闻到这种甜蜜蜜的乌汤味，就知影长手又开始咧客甘食。鼻无味，无讲别人毋知，独独家己心内清楚。身躯接受感觉的某一个天线已经凹转去啊！自安尼起，你就闻袂到热人西北雨打咧落时，空气中淡淡的土味，闻袂到草埔拄刮过的清香。当然，更加闻袂到热人秋天交接的时阵，凉风内面甘带小小的哀愁。你有闻到无？车顶敢若有人咧食咸酥鸡呢。哇，这种味真正会互人记载袂掉。鼻无味，上有做的就是平常咧食物件时，因为色、香、味这3项欠中迄项关键的芳气。可味葱仔甲白韭菜、白莲仔甲芥兰仔，气味拢无相共，
毋过我抱伫喙内，煞哪像拢共款，唯一有差别的，敢若瓜也是油，咸或者是正尔尔。这支广告明仔载一定要交出去。今仔日大家辛苦加班一下，可能要拼通宵啊。安尼，我先来去买暗顿。顺续买2杯仔凉的，转来清醒一下。你要咖啡也是茶？我要茶，四季春，无糖，并加少少蓝色粒粉圆。无问题。啊，导演咧，要咖啡也是茶？凊彩啦，咖啡甲茶对我来讲拢差不多。哦，安尼我甲你买咖啡。好啊，甲我买烧的。好。买普通的就好，伤贵的我嘛啉袂出来。好。啉茶甲咖啡对我来讲，嘛变成一种单纯的习惯，也是清醒的需要尔。因为无论普通的，也是上等的，啉入去喙内，拢敢若剩烧也冷，苦也是甘，完全啉无咖啡的气味。有人讲，身躯某一个部位若有欠点，另外一个部位就会自动补强。可比失明的人耳孔就特别来，亲像足久以前的日本电影《盲剑客》。これをやると言ってもらいました。或者是变做虎皮狮，亲像 El Pacino 演的电影《女人芳》。累积几日当偏无味的经验，发现天公伯啊实在公平。伊对你的身躯顶提走某一部分功能的时，真正会补另外一个部分互你。鼻啊失去功能了后，天公伯啊补偿我的是记忆。伊予我有法度，甲因过生活中食物本地该有的气味甲感觉斗起来，也是找倒转来。举一个例，来讲一个大家拢知影的杂菜面。亲爱的观众，晚游台湾37天已经全部结束了。又过阿花已经去法院公证结婚了，我呢马上要去做因的主婚人了。各位。后会有期啊！电影线，行哦，来去啉2杯啊！等下啦，腹肚空空嘛，就先吞一下。行。来去食一碗杂菜面。我人生对杂菜面的第一印象是50当前，高云啊生平戏院边卖面的老大。迄时阵，高云啊长兴。庄人的一碗空工，3不5时会烧酒去遐偷放一下。头家，杂菜面来5碗。5碗，好，遐济，你咪来。倒送和伊的朋友，关系伫电影看煞了后，伫隔壁的面档食一碗杂菜面，
山倒来才去小酒店啉酒佚佗。人家坐啦，两碗杂菜面。好，先啊坐，念咪好。面搭素面搁雅气，无挂看板，毋过哪像嘛无差，因为迄鼎规年烫天咧庆白烟甲芳开的大骨汤，也搁有挂伫建本图面顶迄张白色青色分明的葱仔，互人一个偏着看着，腹肚就随咬起来。这台杂菜面足出名，因为照起工。头家是安尼煮的：猪肉、猪肝切厚厚2片，鱼板1片，虾仔2尾。虾仔脚要落鼎进前才现掰，掰到剩尾溜迄节老咧。油热了后，葱仔先落去芡芳，刷落去下配料，快速拉两下。就将烧滚滚的大骨汤倒落去，汤小可滚的时，料就先和起来放边翕互熟，搁来下油面甲豆菜。汤滚了后试咸正，再甲面和起来换面，较汤，刷落去甲拄则和起来菜料匀匀铺伫面顶。即马回想起来，上道的杂菜面根本就是一项艺术的创作。面来啊！浅黄色的油面面顶，照顺序下白色的肉片，挂火的鱼板，也搁有色水足深的猪肝，边仔是身躯浅红、脚甲尾溜乌倒红的虾仔，浅绿色的葱仔节。溜溜铺伫面面顶做装塔，庆宴的碗公边仔下一块土色的细底片仔，内面底是要温菜料的豆油膏。炭烧啊！头家讲一声炭烧了后，大家同时开始食，大声啉汤。众人食甲簌簌叫，可能是汤头青又搁烧。嘛有可能是满足的鹅肉，刷入去一喙菜料2喙面，除了簌簌叫食面的声以外，无人讲话。迄头师傅顶真用心煮，一头人客感恩认真食，规个画面袂输是一个庄严的典礼同款。桌上是兼职的总铺师，足精正。听伊讲才知影，煮鱼丸杂菜面所有的手续拢是必要的。这杂菜面的学问哦，济啊咯。你像讲猪肉加猪肝，为什么爱切厚厚？因为啊，若切伤薄啊，下落去鼎面，一个啊就随流去啊。抑阁有。你敢知影虾仔壳是安怎无爱规尾总白，要留尾溜？因为啊，安尼色水看起来加较水。若讲到配菜，甲若蓝豆菜，无像外省仔面蓝青菜，是因为豆菜剥起来会脆，无杂色嘛无杂味，袂去抢走主角的光彩。
创业找落去了后，日子艰苦过，岛上连狗粉都真罕得去啊！佮较免讲要食啥物杂菜面，就准讲有去，嘛毋是去偷房，是因为厝内有急人，摕物件去转。话讲倒转来，其实厝内阁有值钱会使转的物件，嘛敢若剩岛上手掼迄粒石窟金刚表。阿母，我耳仔活要疼死啊，足艰苦的。哎哟，目烧烫烫，苦诶，起码可能爱带去互医生看一下，要发烧呢。有一当，我耳孔发炎，硬拖几工了后，毋但发烧，连行路都无啥会知。起哥摕来互我，摕起哥要创啥？磨表啦。岛上收工转来了后，摕起哥来磨手表仔面。表啊用起哥磨过了后，看起来较金，转较有钱啦。起仔行，岛上带你去狗粉啊看医生。迄天，我伫饭店外面等，听到内面有冤家的声音。头诶，你嘛看较斟酌诶，我这粒是日本原装石窟的精工表呢，凊彩断毛500块。人客啊，你这粒表啊挂遐久已经拗啊，我上悬800甲你收啦，较价无啊？拜托咧，你嘛毋通遮糟蹋人。这粒若新诶，上无价1500块咧，啥物才要收80？人客，你讲话嘛莫遐歹听，啥物我咧糟蹋你？你这粒若新诶，较贵我嘛甲你收，即马已经拗啊！你北京若当有60块就偷笑啊！我是同情你，才加添20块互你呢。免，我免你同情，不要嫌我无爱转啊。行李就行李，破雨伞搁庆典，八戒啊咯！过无偌久，岛上行出来，一个面仔青顺顺，哪挂手表啊，哪往内面骂。我是压物件甲你周转，都毋是去遮甲你讨钱毋行。你讲话毋免遮糟蹋人啦。1960年代，矿业还阁当兴的时阵，台湾的基本工资一月日较无500块，毋过岛上那么炭空，一工就用只趁40块。迄粒手表是开个外月工钱买，互饭店安尼屁想，变个嘛真毋愿。了后，岛上无带我去看医生，颠倒带我去面单。头家，2碗杂菜面。好，遐坐一个，随好啊。我目睭看岛上，心内咧问伊：咱敢有钱通食面？岛上哪像看有我的意思，声音放低，讲：要死，嘛得爱先食一顿饱。来，杂菜面2碗，炭烧哦。迄天，我甲岛上2个人拢点点啊食，亲像以早共款。下日子迄天，岛上甲肉甲甜干硬落去我的碗里。加食寡肉补一个。
一大喙大喙甲面食了，提粉出来点。我头打起来时，看到的是伊模糊的面。转去的时，天已经足暗啊。道上行伫我后壁，规路无话无句。过足久了后，才听到伊讲：转去，咱用虎领草加接灌看卖咧，可能会足疼。你也啉一个。是。经起一年一年迈，金空无金不开采，起来烧比收起来，可怜的工人流目屎，我无读册捌字，不知豆菜 ABC， 临时叫我对倒去，只有出我来趁钱，做苦工我有法度，不惊流汗，不惊苦，父母是大甲囝某，等我一人来照顾。天公听，通歹命囝，在我认真有打拼，事业顺利日日大。苦尽甘来，笑哈哈。烧比收起来，可怜的工人流目屎。我无读册，捌字，不知豆菜 ABC， 临时叫我对倒去，只有出我
来趁钱，做苦工我有法度，惊流汗，惊苦，爸母是大甲囝某，等我一日来照顾。天公听，通拍命囝，在我认真有打拼，事业顺，日日日大，苦尽甘来笑哈哈。今仔日的广播剧《希望苦苦甘甘的杂菜面》是由吴念真原作、大江师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杜尚、林玉石演出，阿钦、苏信武演出，中年的阿钦、齐地刚演出，阿钦的太太钟玉文演出，阿钦的老母何伟婷演出，朋友桂基莲、郭凯欣演出。同事何伟霆、任成英演出，岛上的朋友魏宗仁、林玉林演出，杂菜面店的头家齐地刚演出，饭店的头家林玉林演出，查某人客吴家丁演出。讲出心内感动，阅透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叶雅轩，图念杜正山。透过今晚朴实的面条，深刻描绘了囡仔私生活的艰苦，甲亲情的温暖。散文的开篇，作者描述了失去皮夹后的无奈甲失落。世界变甲白食无味，亲像生活的一部分，却强强抽离。也毋过，伫这种缺失中，记忆成为了唯一的慰藉。伊是一种奇妙的力量，会当带阮转过去，重温迄寡失去的感觉甲情感。作者伫回忆中重现了父亲带伊去食杂菜面的场景。迄是一个资源欠缺的年代，父亲为着看病，不得已去当手表仔。但是上尾因为父母阻止放弃，迄碗杂菜面成为了因最后的温暖。父亲将碗中的肉甲甜干献予作者，家己点点仔承受着一切。甲我记忆中的爸爸12分相像，因拢含慢向恁仔人讲爱，但是你煞总是会使伫日常细项代志顶悬感受会到，伊比爱伊家己更较爱你。多年后，行遍台湾各地，作者无搁找到一碗会当含记忆中相比拼的杂菜面，无论是色水、气味，也是氛围，拢无法度呈现迄款熟悉的感觉。这种遗憾甲失落，毋但是对美食的找找，更愈是对过去迄段充满爱和温暖的时光的怀念。迄碗杂菜面早就超越了食物本身，成为着情感甲记忆的象征。伫这篇散文中，作者通过幼露的描写，互我感受到生活中的苦乐交织，甲亲情的无私奉献。失去皮夹后的生活虽然单调，但记忆中的美好却更较珍贵。迄碗杂菜面，承载着父亲对作者的深情厚爱，嘛成为了作者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反正，作者失去的味觉，只是为着要以另外一种形式倒转来。
卖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的？阮虽然毋是介意聚会，唠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专门 K， 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后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好，今仔日邀请两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哈。来参加咱台语教室的挑战。第一位是咱台文系王祖豪，大家好，我是祖豪。第二位是咱法律系沈正英，大家好，我是正英。今仔日来到咱节目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芳慧老师。你好，大家好。好，感谢芳慧老师透过网络甲咱连线现场甲咱指导。另外，还有两位台语老师给咱提供翻译哈，一位是咱台湾歌册协会前理事长萧凌春老师，也有台湾家事物计划发起人吴希美老师。好，顺利去就来进行咱今仔日第一个题目。身体接受感觉的某一根天线已经硬生生的被折断。身体接受感觉的某一根天线已经硬生生的被折断。身体接受感觉的某支天线已经安尼去互人拗学长。洪伟老师，我咧听有清楚哈，请你指导一下。这个第一个，你拄头先念的吼，头前半句是拢无啥物大问题，毋过有一个音的问题要注意者哈，就是迄个身体体，哈，就是读体毋免变调。吼，身体接受感觉，吼，某一支天线，硬互人拗断啊，吼，安尼是会使啦。啊，天线，迄个音嘛，迄个词的音是天线。哦，毋是天线，天线对不对？天线，天线。好，咱感谢洪伟老师，咱来听看其他两位台语老师因的这个讲法哈。咱来听萧凌春老师。身体接受感觉。下某一支天线，已经硬到红凹子。凹子，后来吴希美老师。身体内底有某物天线，通互我有感觉，煞互硬甲凹断去。好，互大家参考。顺利去第二个题目。没嗅觉最大的失落在于日常吃喝，因为色、香、味少了中间那个重要的枢纽。请讨论一分钟。鼻毛的时阵，上大的失落伫咧平常时食物件甲啉物件的时阵，因为色、香、味强的中间迄个重要的关键。好，请洪伟老师指导。好，咱这个嗅觉哈，因为之前 COVID-19 时期，迄当拄开始，迄当阵啊，就有人咧探讨讲，这个嗅觉安怎讲较好势啦，吼。基本上有两种可能的讲法啦，吼。一种就是讲直接读迄两字啦，吼。若直接读迄两字呢，吼，会当读做嗅觉啦，吼。若要直接读两字，吼，嗅觉。嘛有人讲应该是所谓。对着病人来讲，就是鼻无芳草。所以有人就直接讲要讲鼻无芳草安尼啦，吼。当然鼻无芳草意思就是欠嗅觉的意思啦，吼。所以才会使考虑讲，鼻无芳草上界欠缺的就是伫日常的啉食呢，因为这个色质啦、香气啦、气味啊，吼，会欠中间迄个重要的
拄则你讲枢纽这物件吼，我是认为会使考虑翻做中心啦。当然你要讲关键也是重点，其实嘛是会使考虑，因为有时啊，这个华语台语的这个翻译吼，咱不管什么语跟什么语的翻译，拢爱有知影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讲，袂当去假扮讲一定会当完全共款意思。好，啊嘛应该爱个对规个句来看，袂使。干那针对迄个事去翻啦。以上互您参考。好，感谢洪伟老师。咱来听看卖萧丁春老师的讲法。篇文上大的失落，盖在日常饮食，因为食、香、味拍无中间迄个重要的总镜头。再来，咱来听吴希美老师的讲法。闻袂到味是真实质，上毋关的事。日常生活里，色水、香气、气味是食食内底上要紧的。好，再来，咱来进行第三个题目吼，咱跳过第四题哈，第四个哈。汤烧滚就把佐料捞起，放一旁让余热逼熟。汤烧滚就把佐料捞起，放一旁让余热逼熟。汤烧滚就甲料卡起来，放伫边仔，互剩的小气逼熟。逼熟哦。后来洪熙老师麻烦你。前半部可能较无问题啦吼。后壁遮我是感觉会使搁小可调节，就是放边仔我即摆无正式安尼翻啦吼，讲放边仔，互迄烧气下好熟。下好熟，下好熟。用下的嘿。好，咱来听看咩萧丁春老师。汤小可滚，就甲配头和起来，放边仔，互还未提起的烧热逼熟。甲你讲必须。好，吴希美老师的讲法。汤若滚，就随甲料卡起来下点边啊，互表面的温度家己入去内底，等到熟。好，互咱可能和比较个同学做参考哈。所以去进行咱今仔日第四个题目。配菜只用豆芽，是因为它有口感而没杂色、没杂味，不欺不抢主角的光彩。请讨论。配菜只用豆菜，是因为伊有口感，口感但是无其他的色，无其他的气味，袂甲主角的光彩抢去。好，请洪伟老师指导。迄个发音是配菜啦，配菜。配菜。嘛有人可能会用蜜配还是蜜配来讲啦，这个口感呢我是较无直接用口感这个词，当然要用嘛，毋是袂使啦我是甲伊用讲，是因为伊步调真好啦，步调真好，佫无杂色杂味，袂抢着主角的光彩安尼。光彩这其实是较文言的词啦，毋过华语、台语拢有咧用，其实是会使用的啦主角的光彩安尼。好，感谢洪伟老师，咱来听看咩萧丁春老师的讲法。配菜只用豆菜，是因为伊有脆味，无杂色，无杂味，袂欺骗，袂夺走主角的光彩。脆味迄个萧老师甲口感叫做脆味。有人安尼讲啦。会使安尼讲咱讲啉茶脆味甘嘛共款嘛，迄个脆味好，再来是吴希美老师的讲法。菜洗了。内底单单是豆芽菜尔，因为食落会口咧，而且看起来真爽，嘛无怪味，做富鲜富淡是拄啊好。好，所以去进行咱今仔日上尾一个题目。抬头时，我看到的是他模糊的脸。额头的时阵，我看到的是伊雾雾的面。
好，请洪伟老师记得。我甲你还同款啦。来，给泡泡啊。我来咧听看肖老师的、肖仁春老师的讲法。额头的时，我看到伊无啥清楚的面路啊。好，红光黑米老师。打头甲看，伊的面煞看袂清楚。好，今仔日5个题目拢完成啊哈，上来去，咱请洪辉老师针对今仔日同学的表现，甲咱讲评一下。就是迄个，就是大部分拢烦恼袂歹，会当搁小可注重一寡语词的伊的幼稚度啦，就是会当搁较注重迄个分别，有一寡词会当安怎去景安尼。调爱注意一下，有的时阵是可能你想要讲，是可能你头壳有一个讲法，毋过迄讲出来敢若调走去，这调的问题要注意一下。好，感谢洪伟老师，感谢今日两位同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剧内底演阿琴太太的张玉文，我是演顿点头家的林玉玲。今仔日的节目听煞，唔知你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的？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话分享，嘛会使写文字对阮表达支持。我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相送，欢迎你做伙来到老热。请上闸门溪电台详细了解。咖啡也是茶，我要茶。四季春无糖，变甲较少咧，无问题。细粒粉圆。他抢词了，再来一遍。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课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课电台制作、家属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萧林春、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子贤、上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详细音乐内容，请参考电台网站，也有影片的说明。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真实感》以及《微笑》，欢迎准时收听。讲话慢慢会遐歹听，啥物我咧糟蹋你？你这粒若新呢，较贵我嘛甲你收。即马已经后啊，你北京若当有60块就偷笑啊！我是同情你，才加添20块互你呢。免，我免你同情，不要嫌我无爱转啊。有钱通食面？要死！
嘛着爱先食一顿仔饱。我要疼死啊，足艰苦的。哎哟，目烧烫烫，可的，起码可能爱带去互医生看一下，要发烧呢。